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網絡豆沙包，我係依晴。細個成日會聽到啲人入咗健力士世界紀錄，即係做全世界最勁嗰個，好似好威、好犀利咁。世界上咁多人都要挑戰佢，咁究竟贏咗會有幾多獎金呢？大家有冇諗過都想挑戰下呢？申請流程由報名到攞證書又係點嘅呢？如果你想知道嘅話，一定要睇到最後啦！嚟到今日2026年，健力士已經係71歲。根據官方數據，健力士數據庫入面目前有超過53000個紀錄。如果我哋一日出一集，都要用145年先可以講得完。講笑咋？當然我會抽啲比較特別得意嘅故仔同大家分享嘅，有啲仲好感人添。你身邊有冇人試過挑戰成功呢？或者你諗到有咩項目可以俾世人挑戰，發揮你嘅小創意，喺下面留言分享俾我知啦。好啦，唔阻大家時間，首先當然係要講下健力士世界紀錄嘅起源先啦。大家平時見到健力士世界紀錄 Guinness World Records， 第一時間可能會諗起邊個係世界上最長指甲嘅人，邊個係全世界最高嘅人，或者邊個可以用鼻哥窿吹最多個氣球。但你知唔知呢本咁權威嘅記錄冊，最初竟然係因為一個男人喺森林入面射唔中雀仔而誕生。時間返去1951年11月10日，當時有一位叫 Sir Hugh Beaver 嘅大佬，佢唔單止係英國貴族，仲係健力士酒廠 Guinness Brewery 嘅董事總經理。嗰日佢同朋友去咗愛爾蘭嘅斯蘭尼河邊打獵，佢瞄準一隻喺天空飛過嘅金鐳 Golden Plover， 砰一聲，點知射唔中。比佛爵士好唔服氣，佢同朋友嘈起上嚟，喂，我覺得呢隻 Golden Plover一定係全歐洲飛得最快嘅雀仔，點會射唔中㗎？佢班朋友就駁佢，傻啦， Red Grouse 先係最快㗎。結果佢哋揾勻晒成間大屋入面嘅百科全書，竟然冇一本可以話俾佢哋知，到底 Golden Plover 係咪全歐洲飛得最快嘅雀仔。比佛爵士係一個好精明嘅生意人，佢突然諗到一個點，如果我哋喺打獵嘅時候會為咗呢啲小事而嘈，咁全英國、全愛爾蘭咁多間酒吧，班酒鬼飲完2杯之後，一定會為咗啲無聊嘢嘈到面紅耳赤啦。例如邊條河最長，邊個拳手贏得最多場，邊種魚最重。喺1950年代，冇 Google， 冇維基百科，冇 ChatGPT。如果你喺酒吧同人爭執，除咗打大交，根本冇辦法即時揾到答案。比佛爵士心諗，如果我出一本書，專門記錄呢啲世界之最，擺喺每間酒吧度，咁我啲啤酒咪更加好賣。呢個就係健力士世界紀錄最初嘅商業邏輯，為咗解決酒後爭論而設嘅權威手冊。要出書唔係吹水就得，需要大量精準嘅數據。比佛爵士經人介紹，識咗一對喺倫敦開調查機構嘅孖生兄弟，洛里斯 Norris McWhirter 同羅斯 Ross McWhirter。呢對兄弟簡直係奇才，佢哋腦入面好似裝咗部超級電腦咁，記性極好，佢哋可以隨口講出任何運動賽事嘅數據。極度強迫症，佢哋對真相有種近乎瘋狂嘅執着。比佛爵士揾佢哋嘅時候，呢對兄弟仲未知道佢哋即將要開創一個影響全球幾十年嘅傳奇。1954年，健力士公司正式委託佢哋編寫第一本紀錄冊。1955年8月27日，第一版健力士世界紀錄大全正式面世，當時只有198頁，封面係非常樸素嘅墨綠色。最初比佛爵士只係諗住印幾千本，免費派俾酒吧用。點知呢本書一出，銷量就爆晒燈。啲人發現，原來睇全世界最奇怪嘅事係會上癮，
唔單止走鬼鍾意睇，連小朋友同老師都當佢係百科全書。喺1955年聖誕節前，呢本書已經成為英國最暢銷嘅書。後來呢本書嘅性質變咗，最初佢只係記錄已經存在嘅事實，例如珠穆朗瑪峰有幾高。但後來世界各地嘅人開始主動寫信俾麥克沃特兄弟，話：喂，我雖然冇珠穆朗瑪峰咁高，但我可以連續跳繩24小時，你可唔可以記低我？就係咁，挑戰世界紀錄變成咗一種全球運動。有人鬥快食漢堡，有人鬥長時間唔沖涼，有人將自己塞入一個細到爆嘅箱入面。麥克沃特兄弟每日收到成千上萬封信。好多奇奇怪怪嘅事，佢哋要逐一去查證，去到現場監場，保證所有記錄都係真實、可測量、可被打破嘅。就好似你喺深水埗食緊茶餐廳，隔籬個阿伯話佢當年跑得快過劉翔咁，健力士就係要嚟 fact check 呢啲阿伯啦。當然，健力士唔係乜都記錄嘅。佢哋而家好注重道德，以前有最重嘅貓飲啤酒最快，而家因為怕大家虐待動物或者飲到胃出血，呢啲記錄已經全部停收。隨住時代發展，佢哋會拒絕所有危險或者唔人道嘅記錄。飲酒記錄以前有最快飲完1加侖啤酒嘅記錄，但後來因為怕鼓勵酗酒而取消。虐待動物，所有涉及傷害動物嘅挑戰都唔會被承認。唔健康嘅挑戰，例如最耐唔瞓覺，因為對人體傷害太大，健力士已經唔再接受新紀錄嘅申請。去到今日，健力士世界紀錄已經賣出超過1.5億本，被翻譯成40幾種語言。佢由一個啤酒公司嘅營銷手法，變成咗人類追求卓越，甚至係追求無聊極限嘅最高殿堂。如果你依家問我，比佛爵士嗰日射唔中嗰隻 Golden Plough 到底係咪飛得最快？根據健力士嘅紀錄， Golden Plough 嘅時速大約係80公里。雖然佢唔係最快，最快嘅係游隼，俯衝速度超過300公里。不過如果冇嗰一槍，或者我哋今日就少咗好多茶餘飯後嘅話題。要申請得健力士世界紀錄，唔係你話自己係世一就係。佢哋有一套好嚴謹，甚至可以話係難搞嘅評核機制。健力士官方有一句名言：我哋乜都記錄，但唔係乜都認可。或者可能有人會問，豆沙包，我可唔可以申請我係全香港最愛老婆嘅男人嘅紀錄？健力士會答你：對唔住，我哋測量唔到你老婆有幾幸福，請翻去跪埋塊 CPU 先再嚟啦。其實佢哋有一套好嚴格嘅審核標準，要成功入冊，每一項紀錄都必須符合以下5個條件。第一，可測量，可以用數字、重量、長度、時間去量化。例如全世界最靚嘅人，呢個唔得，因為靚係好主觀嘅。但全世界擁有最多指甲油嘅人就得，因為可以一樽樽咁數。第二，可打破，紀錄一定要係可以俾後人挑戰嘅。如果係一啲天生注定而且不可複製嘅嘢，有時未必會被列入挑戰項目。第三，可標準化，要有統一嘅規則。例如你挑戰蒙眼砌圖，咁全世界挑戰呢項紀錄嘅人都必須用同樣片數、同樣難度嘅砌圖，咁先公平。第四，有客觀證據，呢個係最難嘅。你唔可以話我琴晚喺屋企舉起咗架坦克車，我發誓係真嘅。你一定要有錄影、相片、獨立、第三方證人，通常係專業人士，例如律師、醫生或相關領域裁判嘅簽名證明。佢哋會派一班西裝友、成面正經嘅認證官去現場。你以為佢同你玩？佢哋係專業到連你個指甲長咗0.1毫米都要用精密儀器去睇。第五，全世界唯一紀錄必須係單一指標。例如你可以挑戰最快食完一個大薄餅，
但你唔可以挑戰一邊跳火圈、一邊食薄餅、一邊唱住歌嘅最快紀錄，因為變數太多。如果你想挑戰紀錄，通常有2條路行。第一係普通申請，不過要慢慢等，費用係免費，或者只係收好少行政費。你喺網上提交申請，然後等12至15個星期，健力士會覆你，話俾你聽呢個項目成唔成立，再寄一份厚厚嘅指南俾你。缺點就係慢，而且如果你證據唔夠，佢哋會隨時 reject。第二就係官方認證官到場，快、狠、準，但費用好貴，通常要幾千甚至上萬美金。佢哋會派一位好專業嘅認證官飛嚟你現場。優點係，如果你挑戰成功，佢會即場宣布 New World Record， 然後即刻頒發嗰張標誌性嘅證書。呢種通常係大公司搞活動或者想拍片宣傳時用嘅。證據點樣先叫足呢？如果你係自己挑戰，你要準備嘅證據包，通常包括全程不間斷嘅錄影。如果挑戰24小時，就要錄足24小時，唔可以剪接，提供日記本，要記錄每一分每一秒發生嘅事，要計時員同證人報告。點解咁多人失敗？好多人失敗唔係因為做唔到，而係因為唔識拍片或者唔識寫報告。例如錄影機中間斷咗電，證人同挑戰者係親戚關係，健力士要求證人必須係獨立第三方，或者最慘嘅係挑戰完咗先發現自己漏咗一個官方要求嘅細節動作。失敗乃成功之母，明白嘅好多人都唔怕魚皮，繼續挑戰。好多人以為挑戰得健力士世界紀錄，挑戰成功就一定發達啦，或者官方會發一大筆獎金。真相係，健力士官方係絕對完全1毫子都唔會俾你㗎。唔單止冇獎金，如果你想請認證官飛過嚟即場認證，你仲要倒貼一大筆錢，例如交通、住宿、出場費等等。點解健力士咁孤寒呢？官方嘅解釋好得體，佢哋要保持中立性。如果挑戰成功有錢攞，咁全世界嘅人可能會為咗錢而不擇手段，甚至造假或者冒生命危險去挑戰。健力士想維持嘅係一種榮譽，而唔係買賣。咁啲人點解仲要挑戰？其實背後亦都有金礦嘅。雖然官方唔俾錢，但健力士世界紀錄保持者呢個銜頭本身就係一張超級入場券。成名之路攞咗證書之後，全世界嘅傳媒都會報道你，好似 Diana Armstrong 或者 Streeter Chilo 咁，佢哋會被邀請去上 talk show 拍紀錄片，嗰度嘅出場費先係真金白銀。如果你挑戰嘅項目同某啲產品有關，例如你係全世界最快換輪胎嘅人，汽車零件商可能會揾你做代言人。好多紀錄保持者會變身做激勵講師，去各大公司分享自己點樣堅持極限。每場演講費隨時係幾萬蚊美金起跳。對於好似你咁嘅 YouTuber 或者網紅，一個世界紀錄嘅 title 就係流量密碼，廣告、分紅同贊助自然隨之而嚟。豆沙包總結一句：健力士唔會俾錢你，但佢會令你變到好值錢。講咗咁耐，健力士嘅起源同嚴格嘅評核制度，大家係咪已經覺得好權威、好正經呢？但其實喺呢個組織入面，隱藏住一啲挑戰人類極限，甚至係令你睇到頭皮發麻嘅瘋狂人物。嚟緊嘅集數，我哋會帶大家去睇下呢啲現實版超級英雄或者極端奇人。點解有一位媽媽會為咗一個傷感嘅承諾，由1997年開始就冇剪過指甲，直到啲指甲長到可以圍繞成架巴士？有人可以成身紋滿黑色，連眼球都唔放過，佢背後到底諗緊咩？仲有，點解有人可以幾10年都唔瞓覺，或者有人可以食得落成架飛機？健力士紀錄入面最驚心動魄、最令人意想不到嘅保持者，我哋慢慢揭開佢哋嘅神秘面紗。
如果你唔想錯過呢啲咁震撼嘅故事，記得而家即刻 like 呢條片，免費訂閱網絡豆沙包，最好撳埋個鐘仔，一出新片就會自動通知你。我哋下一集帶你進入瘋狂嘅紀錄世界。多謝晒大家支持，拜拜。